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6章。后来，我听见有大个声对圣殿出来，甲迄7个天使讲：恁去将迄7碗上帝的受器劈落地。头一个天使就去，将伊迄碗劈落地，遐个有受的记号甲拜过受的像的人，就生臭、过毒的疮。第二个天使将伊迄碗劈落海，海水就变做亲像死人的血，海里的活物拢死去。第三个天使将伊迄碗劈落江河甲水泉，水就变做血。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至圣的上帝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审判公正。因为因有流信徒甲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用血互因啉，这是因应受的报应。后来我听见这段有声讲：是啦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审判真实公义。第四个天使将伊迄碗劈伫日头，日头就得到权，用焰火烧人。人互大焰火烧就亵渎有权掌管这个灾祸的上帝的名，因犹久无悔改，无归荣光互上帝。第五个天使将伊迄碗劈伫迄只兽的座位，兽的王国就变做黑暗，人因为痛苦咬舌，搁因为痛苦甲毒疮亵渎天顶的上帝，因犹久无悔改来改变因的所做。第六个天使将伊迄碗劈落幼发拉底大河，河水就干去，为着对东方来遐个君王准备一条路。我阁看见有3个无清气的神，亲像田蛤仔对恶龙的喙、兽的喙，甲假先知的喙出来。这个是会行奇迹的恶魔的神，因出去召集普天的君王，伫全能的上帝所定着迄个大日子出来交战。着注意，我话亲像贼来，迄个醒醒、衫穿便便的人真有福气，伊时到毋免脱目体，才免互人看到伊赤身裸体的见笑。遐个恶魔的神就组织普天的君王，伫一个所在，希伯来话叫做哈马吉顿。第7个天使将伊迄碗劈伫空中，就大一声对圣殿的宝座发出，讲：完成啦！迄时有四呐响声、雷甲大地动，地上有人类以来毋捌有遮尔大的地动。迄个大城巴比伦就离做3地。列国的城市嘛倒坏，上帝为记得大巴比伦城，互伊啉迄杯对上帝极大受气的酒。所有的海岛拢走无去，山嘛无阁看见。然后对天顶有落大炮来点人，大地重约50公斤。人为着炮的灾祸亵渎上帝，因为这个灾祸非常严重。